去到太原嘅第3日，簡單啲，朝頭早去魚鱗壩影相。見航拍見啲相好靚啦，咁去到魚鱗壩個位超細，嗱，記住呢個公園沿跟住條河去起嘅兩邊，咁咪好大好大，行唔到㗎，一定要走返轉頭揾有車路嘅地方call 車走嘅，如果唔係你係一定行唔到嘅。咁另外晏晝就去咗太原老飯店食飯，等咗2個鐘。極力推薦嘅一個食飯點，OK 嘅，個地方 OK，但係啲嘢食 OK 啦。咁2個鐘正直就見仁見智啦。另外夜晚就去咗基督教堂睇一睇。OK， 尾我仲擺咗啲鯉魚嚟嘅應該嚇，喺魚鱗壩逆流而上嘅片段。不過呢個地方就好舒服。單的手緊抱着你的腰，像昨日正相愛的時候。你說今天以後不必再見，也不必問候，曾經擁有不要淚流，溫馨的手中放下我的手，默默合上雙眼忍受，你已輕輕吻別，心中只想這一刻停留，曾經擁有不管多久，若果真心不可接受，或者不方便擁有，為何又等今天最後，趁早一點分手？若果是你真的貪新厭舊，偽裝悲哭無濕透，為何你想講的説話，藏於落寞眼光背後？咁啊入咗嚟參觀，我哋傾咗陣偈，跟住就睇咗佢哋本聖經，睇定係嘅，創出利民申命約書亞。咁都好啊，都有個中文。